有人話大宗商品係一場磨時有年嘅戰爭。喺直布羅陀嘅巨石下面，有一個人淨係都睇住全人類嘅貪婪慢慢崩潰。佢就喺海邊望住個片面，直播攞部嘅風吹唔散嗰啲數字嘅線電，由美鋼公陣打到去 K4，戰場人性埋命喺數據海入面，情和唔使返家鄉，唔使聽掌聲響，佢喺雲端上面控制住幾多銀仔嘅動向。直布羅陀嘅幽靈係浪尖起舞，睇穿咗咪任後和邊個喺度自掘墳墓，黃金係佢嘅盾牌，梗係佢嘅謀係萬人狂熱嘅頂端，佢冷笑一聲，準確正逆呢場惡鬥幽靈喺度交易，全世界都喺度鬥氣，留低一個背影同埋破解唔到嘅傳奇。當山姆喺度嗌 To the moon， 好似發夢，佢安靜咁整夠過金燈個泡沫，自然爆孔金銀脫過嘅裂痕，係佢精心布下嘅陷阱，佢睇到人性暗網，聽見咗崩盤症嘅慢症，唔使做老細，唔使企喺射燈下，只要一個掣就令到成個市場崩塌。Fan ball 拋數 Margin call 喺度叫，睇住百間巨人一個跌低喺度跳，佢唔係交易金屬，佢係交易緊靈魂，佢係盤面背後嘅神，亦係直布羅陀嘅魂。太陽照舊升起，個盤仲新歸零，邊個贏咗，邊個輸咗？係直布羅陀嘅石山下面。